弟兄姐妹平安，周间信息题目：神与敬畏他的人亲近。圣经诗篇Ulit 25 Sepat Safau Tusir Sawitlangan tapang ko mangutu ay jingraan tamsaw Pahapina ngening da tu kataterkan suar长ra。上主和敬畏他的人做朋友，向他们宣示自己的约。另外翻译作：耶和华的友谊是保留给敬畏神的人，他和他们分享自己的约的奥秘。耶和华选择敬畏神的人做他亲密的朋友，建立亲密的友谊，并将自己的约、自己的奥秘指示他们。例如，神拣选亚伯拉罕做他的朋友，因为亚伯拉罕敬畏神。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本地、本族、父家、自己的家乡时，亚伯拉罕因着敬畏神而顺服。出去的时候，虽然不知道往哪里去，仍然顺服。神与他立约说：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。亚伯拉罕走到世界，神向他显现说：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代。亚伯拉罕敬畏神，于是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要敬畏神，求告神。当亚伯拉罕的牧人和侄儿卢德的牧人为了水和草相争，那地容不下他们的牛群、羊群、帐篷。亚伯拉罕决定与罗德分手。虽然他有恩于罗德，又比罗德年长，但亚伯拉罕敬畏神，让罗德先选择所要的土地。神与敬畏他的亚伯拉罕亲密地说话，再次将自己的约指示他，要将迦南美地赐给他和他无数的后代。敬畏神的亚伯拉罕在希伯伦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为要与神有亲密的交通。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，耶和华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：我是全能的神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，我就与你立约，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。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，神又对他说：我与你立约，你要做多国的父，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，要叫亚伯拉罕，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，国度从你而立，君王从你而出。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，做永远的约，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。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，就是迦南全地，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，我也必做他们的神。全能的神也可以翻译作全主全丰的神。全能、全主、全丰的神与敬畏神的亚伯拉罕很亲密，他向亚伯拉罕显现，与亚伯拉罕立约，要他做多国的父，要将迦南地赐给他和后裔永远为业。
亚伯拉罕敬畏神，但他没有儿子。亚伯拉罕等候神的应许长达25年之久，他和不义的妻子撒拉超过正常生育年龄很多年以后，神才将所应许的儿子赐给他们，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撒，意思是喜笑。年幼的以撒为这个家庭带来他们想象不到的喜乐。神看顾这一家，亚伯拉罕对所爱的儿子以撒的爱也越来越深。接着考验的时刻便来临了，神告诉亚伯拉罕，你带着你的儿子以撒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，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，把它献为燔祭。圣经未提及亚伯拉罕对神的吩咐有什么感觉，只描述亚伯拉罕顺服的行动。但想想看，这是应许之子，是他耐心等候了25年的儿子。他和以撒之间的情感已经如此深厚的时候提出这个要求。到目前为止，每件事都照着计划进行。有一天，以撒会结婚，他的后裔将会成为神所应许的多国多王。神怎么会这么早就取走以撒的生命呢？但有可能亚伯拉罕完全没有这个疑虑，因为他敬畏神。亚伯拉罕心中有个力量，只有顺服，那就是他对耶和华的敬畏。神既然开口了，他就会遵从。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。圣经说，亚伯拉罕清早起来，背上驴，带着2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，也劈好了燔祭的柴，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。请注意，这里写个清早这2个字，就是早早起来，意思是很快的顺服。你是不是听过有人这样说？过去这几个月，神一直要我对付这个问题，但我还没有进行去做。这正好显露出这人对神缺乏敬畏的心。敬畏神就是对神的话战战兢兢，意思是即使我们觉得不合理或无意义，仍然会顺服；即使对我们有损，仍然是顺服。阿们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你和敬畏他的人做朋友，向他们宣示你的约。神拣选亚伯拉罕做你的朋友，因亚伯拉罕敬畏神，帮助我们能像亚伯拉罕敬畏神，快点顺服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